有冇諗過有一日連新鴻基旗下開咗先至幾年嘅頂級沙田5星級酒店都會突然宣布餐飲部大地震，全線拉閘？今個禮拜最震撼全香港人嘅消息，肯定係沙田石門嘅帝逸酒店宣布，佢哋最出名、成日爆滿嘅自助餐、高級中菜廳，甚至連送餐服務，都會喺2026年的6月30號晚市之後全線結業。好多沙田街坊同埋一班食客收到消息之後都好震驚，紛紛喺網上留言話：呢間嘢明明咁高質、咁好生意，點解連大財團都頂唔順要執笠？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度只係普通嘅生意唔好或者轉型。呢次嘅大地震背後其實隱藏住一線發展商百億財團喺2026年年中，即係半年結呢個關鍵時刻嘅一場大逃亡真相。如果你仲以為依家嘅香港餐飲業結業潮只係影響到街坊、茶餐廳或者老牌酒樓，咁你就完全睇錯晒。今次呢件事其實係撕開咗香港地產同商業生態最殘酷嘅一面，代表住我哋以前熟悉嘅中產生活方式，高日價嘅餐飲享受正喺度全面崩潰。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最透徹嘅角度幫你層層拆解呢個百億財團全面撤退餐飲市場嘅冷血路線圖。首先，我哋一齊睇返今次事件嘅主角沙田帝逸酒店。呢間酒店係喺2019年的年底落成啟用，數一數手指，到依家都只係開咗大約6年半左右，絕對算係好新、好現代化嘅旗艦級酒店。佢一開張嘅時候，主打就係高級中菜同埋極高質素嘅自助餐餐廳。好多去過食嘢嘅朋友都知，佢嗰間自助餐餐廳平日夜晚或者禮拜6日都係坐滿人，全場幾百個位，海鮮、牛扒應有盡有，口碑喺新界區甚至全香港都算名列前茅。但係咁樣一間有規模、有母公司龐大後盾支持嘅5星級酒店餐廳，竟然話執就執，而且係一刀切，將成個餐飲部門連同宴會、婚宴、服務一齊斬斷，只係留返28樓一間日本餐廳，有好多啱啱訂咗今年喺度擺酒，甚至已經起埋菜單嘅新人，突然之間收到銷售部嘅電話通知，話冇得喺度辦婚宴，要即刻轉去同集團旗下其他舊酒店。你可以想象到呢個決定係幾咁倉卒，亦都反映出財團要走、要斬纜嘅決心係幾咁堅決。咁究竟點解大財團會寧願承諾賠償，寧願得罪客戶，都要喺2026年的6月30號呢一日將賺錢嘅餐飲部全面關閉？答案就在於半年結呢3個字。喺上市大財團嘅會計制度入面，每年的6月30號同埋12月31號就係俗稱嘅半年結同埋全年結。呢啲日子係所有大上市公司要向公眾、股東交出成績表、平衡賬目嘅死線。喺以前經濟好嘅時候，大財團最中意包裝自己嘅業務多元化，有地產、有酒店、有高級餐飲、有零售，等個故事聽落去好宏大。但係嚟到2026年，成個香港以至全球嘅經濟大環境發生咗根本性嘅改變，傳統餐飲業變成咗一個重資產、高風險、低回報嘅計時炸彈。我哋試下從一個百億財團嘅高層角度去計一筆賬，開一間好似帝逸酒店咁大規模嘅自助餐餐廳同中菜廳，背後要承擔嘅成本係天文數字。首先，你有一間全香港數一數二大嘅中央廚房，入面嘅大廚、二廚、幫工、洗碗工、傳菜，全部都係香港現時最貴嘅勞動力，加上近年香港本地嘅食材成本、電費、水費樣樣加，就算你每位收600-700蚊，甚至800蚊一餐自助餐，扣除咗所有行政成本、營運開支同人工之後，實際嘅淨利潤可能得返好微薄嘅幾個百分點。更致命嘅係，傳統餐飲業好依賴大量嘅樓面人手，依家全香港上上下下都面對住人手短缺、請人難嘅問題。你想維持5星級酒店嘅服務質素，就要用更高嘅人工去搶人、去請兼職。大財團嘅管理層看透咗呢一點，發現自己投放咗幾千萬甚至過億元嘅裝修同固定資產，每日開門做生意賺到嘅回報率竟然連2-3厘都冇。如果繼續開落去，
到咗2026年的下半年，帳目只會越嚟越難睇，所以喺6月30號半年結之前徹底拉閘，將餐飲部呢個燒錢嘅包袱狠心斬走，喺財務報表上將虧損止住，就成為咗8億財團最冷血但最精明嘅會計大逃亡。但係大財團收返呢幾萬尺嘅餐廳同宴會廳空間，唔通放喺度養草？當然唔係，呢班地產巨頭背後一早就計好晒另外一條回報率高達8厘嘅發財大計。呢個亦都係帝逸酒店今次大地震背後最核心嘅真相，轉型做學生公寓市場。如果你最近有留意香港嘅地產新聞，你就會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當全港嘅寫字樓空置率創新高，高級商場開始冷清，住宅樓價經歷調整嘅時候，竟然有一種物業喺度瘋狂加租，甚至有大把內地大學生搶住俾1年租金。呢種就係專門租俾非本地大學生嘅長租宿舍或者學生公寓。根據帝逸酒店最新嘅官方網站顯示，佢哋已經將學生長租服務擺到去同傳統酒店住宿一樣咁高嘅核心位置。大財團今次清走餐廳背後真正嘅戰略係要將成間酒店重兵布局變成一個超級豪華嘅包行李即刻入住學生宿舍。點解大財團會咁睇好呢個市場？因為呢幾年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推動教育樞紐嘅政策，放寬咗非本地生嘅收生限額，導致近年有成千上萬嘅內地學生、海外留學生湧入香港各大專院校。呢班學生嚟到香港，第一件事要解決嘅就係住屋問題。香港本地大學嘅宿舍位置嚴重不足，10個有8個學生都要自己喺出面租樓，而帝逸酒店所處嘅石門位置可以話係佔盡地理優勢。佢哋有免費嘅穿梭巴士，最快4分鐘就可以直達附近嘅大專院校，而且坐屯馬綫或者東鐵綫去九龍塘、大埔嘅大學都非常之近。我哋再幫財團計下轉型做學生宿舍嘅回報率有多高。根據依家市場嘅招租資料，一間大約200幾尺嘅高級河景酒店客房改裝做精裝學生公寓之後，每個月嘅租金可以高達2萬幾港元。如果係大少少，可以住到3個人嘅3人房型，月租分分鐘接近3萬。最緊要嘅係租呢啲房嘅內地大學生，好多時係一次過拿出一整年，即係20幾萬港元嘅租金，一次過預繳。對發展商嚟講，呢度簡介就係一個源源不絕而且風險極低嘅現金流。對比反做餐飲，轉做學生宿舍，簡直係一件輕資產、低成本、高回報嘅完美生意。首先，房間嘅硬件裝修原本就喺度，財團只需要加部微波爐、加部小型雪櫃、換張書台就可以包裝成高檔公寓。第二，管理成本極低，開餐廳你需要幾百個專業廚師同樓面經理，每日要處理繁複嘅食材供應鏈、食物安全、顧客投訴。但做學生公寓，你只需要幾個前台保安，加埋1個禮拜幫學生打掃1次房間嘅清潔工，成個人手成本起碼跌咗8-9成。一邊係每日要為幾百蚊自助餐跟到足、利潤微薄嘅傳統高日價餐飲，另一邊係學生自動自覺預繳20萬，免中介費、免水電費包辦，回報率閒閒地有7至8厘嘅房地產收租項目。如果你係8億財團嘅決策者，你會點揀？大財團嘅選擇非常之現實，就是用最快嘅速度將所有低回報嘅實體餐飲重資產模式拋棄，全面擁抱呢批新移民主力同留學生帶來嘅高回報紅利。沙田帝逸酒店餐飲部嘅全面倒閉，絕對唔係一個單一嘅商業個案，佢其實象徵住香港成個社會結構同消費模式正經歷一場徹底嘅人口大換血與消費降級。好多行街買嘢、出外食飯嘅熟齡朋友或者中產階層，最近幾年都會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點解以前去慣去熟、充滿親切感嘅餐廳一間間咁執？點解依家開到滿街滿巷嘅唔係零服務嘅平價散貨場、兩姜飯、平價外賣店，就是一啲專門針對極高消費或者特定遊客群體嘅天價極端享受，而卡喺中間，服務質素唔錯，收費中高檔嘅傳統中產消費模式，好似正在被呢個時代徹底淘汰。呢個就係依家全香港最殘酷嘅喵型消費生態。依家香港人嘅消費習慣
正在出現一個極端嘅分流。一方面，大批市民每逢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就會選擇全家總動員，甚至一班朋友一齊北上消費，因為喺深圳、廣州或者大灣區其他城市，平均用200-300蚊港幣就可以買到喺香港可能要700-800蚊先享受到嘅服務，入面有滑雪、有大型按摩、水療，有優質嘅連鎖燒肉同韓燒，性價比高到令人冇辦法拒絕。而留喺香港本地嘅時候，一到禮拜一至禮拜五，大家為咗慳家，好多年輕人或者打工仔都習慣咗帶飯，或者去幫襯幾十蚊有交易嘅兩贏飯，大家將本地嘅日常餐飲開支壓縮到最低，留返啲錢等到放假先去外地消費。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本地卡在中間嘅中高檔酒店餐飲就變成咗最尷尬嘅犧牲品。論價錢，佢哋無辦法同大灣區嘅平價高質競爭。論新鮮感，香港人放假都去咗旅行或者北上。本來最支持呢類酒店餐廳嘅香港本土中產家庭，依家自己都面對住減薪、裁員或者資產縮水嘅壓力，消費變得越來越謹慎。當最核心嘅中產客群流失，而大財團又無辦法降低香港本地嘅天價人工同營運成本嘅時候，唯一嘅出路就係全面拉閘。第日酒店今次餐飲部大地震，只係揭開咗呢場地產同商業生態大洗牌嘅序幕。隨住2026年的年中過去，我哋將會睇到更多類似嘅情況發生。老牌嘅中產娛樂方式、精緻嘅廣東粵菜、大型嘅婚宴宴會服務將會越來越少，因為大資本家、百億財團已經用實際行動話俾大家知，佢哋唔想再同你慢慢做服務業，佢哋要嘅係極致嘅效率與利潤。面對呢種急速轉變嘅社會現實，我哋作為普通消費者或者本地市民，亦都必須要認清真相，唔好再盲目咁為一啲過時、高日價但服務質素因為人手不足而下降嘅高檔消費買單。時代嘅巨輪喺度轉緊，百億財團可以用一紙通告就斬斷幾年嘅餐飲業務，轉去賺留學生嘅錢。我哋普通人更加要懂得靈活變通，在生活消費上重新定位。多謝大家睇到呢度，今次沙田帝逸酒店餐飲部全線結業以及大財團半年結大逃亡嘅真相，就幫大家拆解到呢度。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睇清現時香港商業同地產背後嘅真正玩法。如果你都對呢個話題有睇法，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意見，話俾我知你點睇呢場餐飲大地震。我哋下條片再見。